可能好多人唔知我哋嘅肌肉有咩作用，係性感作用，咁你就真係太睇小佢啦。肌肉有一個重要嘅作用，就係佢會消除糖分。我哋餐後80%嘅糖都係靠肌肉儲置㗎。肌肉少咗，血糖自然就會高，呢啲就係最常見嘅老人病。肌肉係骨骼嘅減壓緩衝墊。喺輕方面講，有啲痛係因為肌肉流失導致嘅。有啲女人懷孕，因為核心肌肉群嚴重流失，會導致腰痛同恥骨痛。有啲生完2年後都未完全恢復㗎。老年人嘅膝頭哥痛睇起嚟好似關節問題，但其實不堪負重嘅肌肉就係幫兇。正係因為肌肉弱，所以關節承擔咗本應由肌肉承擔嘅負荷，關節自然陸續出現問題啦。嚴重嘅話，會增加跌倒骨折嘅風險。佢唔止係骨頭脆至容易骨折㗎，肌肉流失變弱都同樣會。可怕嘅係跌倒係老人家傷害致死嘅超級元兇。但唔好搞錯，肌肉唔係脂肪。40歲以上就要練肌肉，改善方法就係肌肉鍛鍊同吸取優質蛋白。